关税总算悄悄好势，除了公定15%未过贴关以外，第3D条款的部分，咱嘛有上优惠待遇。台南有民众去饭店食饭，煞哪像食到加纸的卡，不过服务人员煞驳回讲，迄是黑仔卡，卫生局已经派人稽查。云林高溪火烧山连续烧4天，总算完全拍花，有人怀疑是偷乌笋仔的人造成的，呼吁县政府应该要重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6中道新闻，我是麦尚莹。头先来关心的就是这台美关税今嘛总算是悄悄好势，除了是公定15%未过再贴关以外，在232条款的部分，咱嘛有上优惠的待遇。行政院副院长戴立军人是伫美国亲身开记者会来说明。那我们向大家报告，整体的谈判的结果是，我方取得2个最优惠待遇。对等关税15%不叠加，是美国逆差国中最低的税率。那另外，我们同时也针对美国未来若课征232半导体及衍生品关税时，美方承诺将给台湾最优惠待遇。我们取得2个最优惠待遇。这个可以从我们台美逆差当中高达90%是来自于半导体衍生品以及这个 ICT 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可以看得出来。那也因此，台美之间的谈判我们必须同时就对等关税以及232各项的有关美国国安目标的相关关税。同时和美国贸易代表署以及美国商务部来进行磋商。有关这台美关税消息，稍等一下，阮会继续为大家来追踪。另外，要来关心的就是这新竹市有一间真出名的鸭肉面店，竟然发生食安的问题。有民众是买这炒鸭血，回去厝内买食的时阵，煞伫内底看到一只死去的活神。这业者是赶紧出面来回息的，也那卫生局也表示会派人照这食品卫生规范来查核，要求因限期改善。外拍开准备食香港的炒鸭血，却发现碗内底有一只死去的活神。民众讲当时看到，实在感觉有够太过，就惊有食安疑虑。这个事件的当事店家是新竹一间真出名的鸭肉面店，业者赶紧出来向民众回息嘞。鸭血原本来的时候就有那个苍蝇在里面，我们疏忽掉了，没有去注意。这是我们品管的问题，对这个客户我们非常的抱歉，对不起。可以看到里面有苍蝇，当然会觉得这家店里是不是有不干净，或者是环境卫生是不好的。食物里面出现苍蝇真的是蛮恶心的事情，可是因为店家已经有诚心道歉了，那也如果说之后可以控管好他们的品质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再给他们机会的。新竹市卫生局指出，会派人到现场稽查，若是有发现不合规定的所在，会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要求业者限期改进。新竹市卫生局将尽速派员依照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进行查核，倘有不符规定之处，依食品卫生管理法第44条规定，命业者限期改善，届时未改善，后续将处6万元以上罚锾。卫生局强调，针对业者食品卫生管理的疏失，会继续追踪，也呼吁食品业者要确实落实环境清洁、人员卫生甲制作流程管理，维护民众食食的安全。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同款是食安的问题来看，这台南呢是有民众去一间食甲饱的饭店，毋过煞哪像食到这加纸的卡，互伊强要冰棒。也毋过服务人员呢是驳回讲，迄是黑仔卡，毋是加纸卡，互当事人是无法度接受。即马卫生局已经派人去稽查，若有违规会要求改善。台南有一个查甫人15带女朋友去一间食甲饱的酒店，食到一半吐出来，因为加着怪怪物件，哪像是食着加纸的卡。当时伊当场甲服务人员反映，酒店员工参多指甲伊解说这毋是加纸，是黑仔卡，互因无法度接受，气噗噗。是先在嘴巴里面吃到，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很硬，然后而且它是吃到我上颚，所以其实有点痛。我就以为是异物，因为我刚好在吃凤螺，我以为是凤螺断裂的壳之类的，结果吐出来一看清楚才发现它是就是真的就是蟑螂的脚。就
蟑螂吧，还不如给我一整只。因为我觉得上面还蛮多毛的，有点恶心。苏阿董事林嘛伫社群平台发文翕时的过程，认为整个过程互人感受凊彩准过，把我都认同酒店的讲法。若实际去问饲虾的业者是讲，泰国虾的脚是较长，那白虾的脚会较弹光，参加做的脚差真济。泰国虾的脚伊会较白乌，啊较圆较长，哦，白虾的脚伊会较透明的色，哦啊较白乌。面对防质疑酒店处理无妥当，卫生局嘛讲已经派人要去稽查，但酒店业者是出面回应，强调会检讨甲消费者之间沟通的误会，迈进一步了解这件代志的头尾。那针对于食材的部分，不管是源头还有这个处理的过程，我们未来也会做全面的一个把关跟厘清。卫生局请业者落实自主管理。加强内部稽核机制，自行监督改善。卫生局表示，若是环境甲食材保存有缺失，会要求业者限期改善。若复杂无合格，就会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罚6万以上2亿以下罚款。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同款是伫台南，这警方呢最近是接到真侪件透天厝钓贼偷的案件，发现讲这犯案手路呢拢买共啊买共。警方是表示讲这姓周的嫌犯，伊是看到人袂记哩背锁匙，所以就摕去拍一记，搁摕倒转来放，了后才搁找机会入去人厝内偷摕物件。警方信后是依法甲伊移送，也提醒民众这锁匙就要会记哩背。姓简的查甫人物件偷刷了后，这2袋物件赶咧就安尼做伊走，全部拢互电眼翕落来。14警方嘛趁伊犯案了后，拢入去伊睡厝的所在抓人。台南警方最近接到真侪件报案，讲人到厝内着贼偷。要奇的是，这现场拢无破坏痕迹，被害人转去到厝才知影物件去互偷。调监视器才发现，这贼仔竟然光明正大拍开铁门入去内底抢物件，尾手才发现这锁匙互摕去卡比。持居票及搜索票，查获41岁简姓男子，起获多款名牌包、饰品及现金等赃证物。警方调查，这被害人是甲奥多摆踩伫咧门卡口，规罐的锁匙就伫咧奥多摆顶悬，这福强啊有机会下手。要多留意一点啊，哎呀，屋主要多留意一点。可是尽量还是不要把钥匙放在那个像我们的那个大门的其他的地方，还是把钥匙放在身上会比较安全。我家己个遥控器是安那去用 copy 去，我还足怀疑的啊。警方伫姓简的查甫人睡厝的所在查扣精品甲现金等产品差不多80万，嘛敲到现金57000块，专案依照加重窃盗罪的罪嫌移送。同时嘛，呼吁民众若出去外口，门窗车库都爱关好，锁匙嘛爱扎伫咧身躯顶。公司新闻温庆恒台南报道。伫高雄市的博爱一路呢，是有设置保护型脚踏车道，互民众是真恶恼。也毋过伫凤山的凯旋路这带这个脚踏车道呢，煞互引起地方真大的反弹，认为讲这有影是影响到停车，也阁有造成哩。落尾这市政府呢是决定把北边550公尺的这车道全部甲符合掉，敢若留南边的就好。车辆来来去去的凤山凯旋路，民众骑车骑伫新围的脚踏车道顶边。这个保护型脚踏车道目的是要将过路人甲脚踏车分开。不过因为脚踏车道拄好压伫路边停车格参人行道中，附近居民认为这影响停车甲做生理，表达反对。不过嘛有骑脚踏车的民众电到感觉这款设计加真安全。因为阮这边有做行李的嘛，上下货伊若临停区伫外口。也爱等到更愈危险，因为你若要落雨的时阵，你是毋是该经过你的机车道？大概一个礼拜可能看到1台而已吧。对，而且刚换完的时候啊，前面就出2次车祸了。说台北的话基本上都是停车格不会在中间呐。有这个规划这个路，我感觉对骑脚车的人会较安全。其实，这个全市第3条保护型脚踏车道，原底伫凯旋路两边拢有，就是伫完工进前，地方出现袂少反对声音，受到民意的压力，市府落尾甲已经完成北边550公尺车道全部抹消，敢若剩南边的脚踏车道。当地居民主要的诉求在于停车的问题。那凯旋路目前车道设计以顾及各用路族群，车道均上下游对正。有助于改善原本过宽的路型，来提升人车的安全。
交通局讲，这条凯旋路有袂少上班的民众甲学生会骑脚踏车，才会规划这款新型车道。因会继续甲地方来参详，嘛希望维持这个脚踏车道的设计，会当连接到凤山溪脚踏车道，提供更较完整的骑车环境。记者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再来看这彰化县警察局是来公布去年呢，这县内10大肇事路口也有路段。这当中，伫彰化市大埔路呢是拢总发生149件车祸，这是县内头名。另外，伫中兴路甲大埔路口呢，嘛有真侪车祸。县政府是表示讲，这主要的原因呢，拢是无保持距离，也有不当驾驶。目前是有针对路口来做改善的工程，预计这旧历过年进前就会当完工。车来来去去的相车路口，一台奥多拜准备要倒弯，结果直接和对向的奥多拜相撞。这是彰化市中兴路甲大埔路口，继续往头前行，后一个旭公路甲光华街的路口，同款是车流量真侪。民众表示，这两搭因为是相车路，路线复杂，定定出车祸。因为车流量偏多，然后也有行人的部分，所以蛮危险的。摩托车跟汽车啊，或者是摩托车跟摩托车，其实擦撞都蛮常见的。比较多个巷道吧，那个指示不是很清楚的时候。这里就十字路口啊，车辆当然多啊，没什么在礼让的吧。根据彰化县警察局的统计，去年肇事路口前10名有9搭拢伫彰化市，包括旭公路甲光华街路口有17件，中兴路甲大埔路路口有16件等等。附近的大埔路嘛是肇事路段排头名的，计共有149件的车祸事故发生。彰化县政府表示，若依照车祸分类来看 ，A1 甲 A2 有造成死亡的交通事故数量其实是下降的。A 交通部道安平台13年度的来讲的话，大埔路的 A1 加 A2 是75件，14年度的是52件，明显是下降的。路口的部分下降更明显，还没改中兴大埔路路口的时候，它的 A1 加 A2 的肇事件数是39件，改完之后降为14件。降幅超过50%。官府表示，彰化市大埔路因为点头多，食饭加上下班时间交通较复杂，车祸主要原因是赛车、骑车无保持距离，甲不当的驾驶行为。那目前嘛，正咧进行旭公路甲光华街路口的改善工程，打算旧历过年进前会完工。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伫云林古坑这场火烧山的灾情呢，伫烧4天了后，昨总算是完全拍花。这树林烧要8公顷去，导火的原因还阁需要调查。有当地民众呢是怀疑讲，这是偷挖笋仔的人造成的，呼吁县政府得爱重视，针对这大水期也应该爱有应变的措施。林地烧甲乌妈妈，古溪草岭石壁自12下早7点外发生大火，经过4天抢救，15才完全拍花。火的面积达8公顷，虽然真正起火原因也搁爱等调查，不过村长怀疑暂时是冬笋的采收期，可能是偷抠笋的人为着取暖起火所引起。冬笋未到位，一寡吼，咱在地啦，嘛有一寡外面，因为因唔知影讲，即摆若寒天的时阵就对啦吼，因会去。也懊悔，就要夯就对了。嘛有可能是安尼啦。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如何防盗防窃我想这个部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监视器的。我想这个我们在整个这个森林以及孟种署的管理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些中央跟地方的一个协助石壁休闲农业区发展协会表示，过去就捌发生落跑移工探煤是伫交通里边的顶拿偷抠笋仔，引成危流、火警等后续问题。希望偷抠笋的问题当解决，嘛会当甲寒冷山区资源不足的问题做整体的改善。是连通原有的石壁湖的那个，要把它做到让它能够储水，然后从底下水要在平常就要上来的。协会这地方的民众，我们会来加强要求消防训练。未来发生火警初期的时间，第一个时间点如何来灭火？那包含未来这地方一些水源的建制。云林县府表示，目前起火原因是有人放火，还是天气大热引起，也该等进一步查证。不过会听当地协会村民的建议，邀请辖局处会议协助山区水源建置等规划，避免山林大火搁再发生。公视新闻王维雄云林报道。
天气的消息来看，今年头一粒风台陆安已经形成啊，受到这外围环流的影响，佮加上透东风，拜六礼拜开始呢，这北部、东部佮西部水汽是会增加，也毋过照这目前的路线甲看起来，风台是袂对台湾来的。另外，这气象署是表示讲，后礼拜二大陆冷气团落南，各地又佮会反寒，大概是11至14度，大概是会寒到后礼拜5。连面就要反天啊，民众就要注意。气象署讲，今年的头一个风台陆安伫15形成，受到外围环流影响，加上透东风，所以拜六礼拜开始水汽会增加。正方面的北部甲东部会落雨，若西半部嘛会有小可雨。基隆北海岸到宜兰地区，雨势上会有一些增加的一个情形。然后到了下周一之后呢，整体上来说，可能水汽会有在逐渐的增加的趋势哦。降雨的范围可能也比较广一点，预估就是在桃园以北、东半侧到恒春半岛这一带。气温的部分，气象署表示，后礼拜进前各地日时的温度拢差不多20度左右。要到后礼拜二，大陆冷气团落南，才会明显感受到降温。也因为冷气团落南，对风台的发展不利，所以风台对台湾袂有直接的影响。从下周2开始，各地的气温其实都会有下降的一个情形哦，尤其是在北部、东北部可能下降的一个趋势会更加的明显。一路到周3，可能气温高温跟礼拜2相比的话，会再更低一些哦。那在低温的一个预估的一个时间点，会是落在下周4清晨左右。那各地的低温大概就是在11到14度左右。气象署嘛提醒，虽然风台陆安袂对台湾来，不过拜六礼拜因为风台的关系，所以东部的海边啊含外岛拢会有观影，提醒民众爱注意。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 Trump 呢是伫咧白宫来见委内瑞拉反对派的领袖马查多，有风声这马查多呢是要甲伊拄退掉的这诺贝尔和平奖送给 Trump， 也毋过目前这 Trump 看起来呢是比起委内瑞拉民主的这个转型，颠倒是加较重视即马这委内瑞拉临时政府提供石油给美国这件代志。How was your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 Did you give him the Nobel Peace Prize?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和支持者围咧离开白宫，这是伊头一届得到邀请，甲美国总统 Trump 见面。尤其马查多顶个月才拄摕到诺贝尔和平奖，外界传讲伊可能甲这份荣耀转送给吹杀马杜罗落台的 Trump。不过，伊伫咧行出白宫的时，唔愿讲明会谈的细节。虽然马查多互人看作是民主的代表，也唔过 Trump 对伊的政治前途煞有真现实的考量。Is it still the president's assessment that it would be very hard for Ms. Machado to leave Venezuela because he says she lacks the respect and support in that country? It was a realistic assessment based on what the president was reading and hearing from his advisors and national security team. 了后，马查多嘛去到国会山庄见跨党派参议员。不过，Trump 政府目前敢若搁较看重甲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沟通，并无对委内瑞拉民主转型提出具体的时间表。Bello, the de facto number 2 in Venezuela right now, he seemed pretty reluctant to work with the U.S. and obviously they just gave us 50 million barrels of oil. 就伫咧两个人会谈的同时，美军南方司令部伫加勒比海搁再出手，成功扣押一架号做是维罗尼卡号的游船，这是最近美方扣押的第6架船。这架游船，互人指控是违反 Trump 迄条受制裁船只的禁令。针对委内瑞拉内部反美国的声音 ，Trump 展现强势的态度，强调石油利益才是美方上界关注的目标。公司新闻陈伟玲、吴基昌编译。再来看，这美国联邦探员呢是开枪，甲这白人的公民大呼死，引起街头示威。目前已经1礼拜外的时间过去，也无要收煞这个现象。这里呢又搁有这探员对民众来开枪，让社会情绪搁较激动。这总统 Trump 是甲107年制定的叛乱法甲搬出来，威胁要动用联邦的军队来解决这个乱象。每年阿波利斯反爱斯加罗示威，一波煞一波，拢无降温的现象。14个传出一件联邦探员对民众开枪，造成伊腿部受伤的代志，互平反搁较牵悬。国土安全部表示，执法人员因为交通违规，拿查这委内瑞拉的10人，双方咧首演的时阵，各2个委内瑞拉非法移民为附近的公寓走出来，提兵车架扫帚柄攻击执法人员。
都爱探员开枪大量嫌犯的腿部。Our ICE agents are following the law and running their operations according to training. Last night, what we saw was 3 individuals weaponize shovels and brooms and attack an ICE officer that had to defend himself. 川普已经在明年苏达州部署3000个联邦执法人员，15个伫家己社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民州官员无遵守法律，无组织叛乱分子攻击ICE，伊就要启动叛乱法，动用联邦军队赶紧结束这喊过的乱象。We cannot be at a place right now in America where we have 2 governmental entities that are literally fighting one another. 民主党籍的市长弗兰要求ICE撤离表示，进行民国继续落去。共款是为民主党的州长华兹直接回应川普大文，爱双方将局势转回来。ICE扫动非法移民的行动已经严重冲击明尼苏达、拉丁美洲的店头甲餐厅业者的生意，让客家员工活动利息，规个街区大伫个惊吓气氛之下，还佫有真侪店头佫直接伫大门口大禁止ICE进入的广告。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再来看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头一届的医疗撤离行动已经圆满结束。这个行动呢，主要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太空人，伊是常常身体无爽快，所以规个任务全提早过外过来结束。4个太空人目前拢已经平安倒转来地球。SpaceX 升龙号太空船载2个美国的、一个日本的，甲一个罗西亚的太空人，伫脱离太空站登去地球了后，冲落伫加州外海的太平洋。Splashdown of Crew 11. After 167 days in space, Dragon and NASA astronauts Zena Cardman and Mike Fink, Kimya Yui of JAXA, and Roscosmos cosmonaut Oleg Platonov are back on Earth. And you just heard that call out from the Corps in Hawthorne, California to the crew aboard Dragon that the SpaceX personnel who have been in the general vicinity of Dragon's anticipated splashdown location now have the go to approach the spacecraft and begin that recovery process. 门开起来，太空人接刷出来，有包括医疗人员在内的团队接应。And it looks like our first crew member out of the spacecraft is NASA astronaut Mike Fink. 美国太空总署史上头一届医疗撤离行动圆满结束，主要是其中一个太空人健康出状况，决定让因提早返来地球。官员要表示，太空人身体无爽快，并不是有其他任何伤害，也是操作所引起的。All crew members are currently undergoing the routine post-splashdown medical evaluation. The crew member of concern is doing fine. You learn basic anatomy, you learn all about the human body, you learn how to do basic medical procedures, and some of these are for the experiments that we do up on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so blood draws, you have to learn to draw blood from yourself. 这4个太空人自去年8月初1开始执行任务，原底应该要留到2月底，因刷落来会去到 Houston 进一步检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目前这台美关税呢，已经公定是15%，袂搁再贴关，而且伫2、3D 条款的部分，咱嘛有上优惠待遇。工作小组是表示讲，经过协商呢，咱是同意台湾的企业是投资2500亿的这个美金，那政府也会提供2500亿美金的信用担保。立委是认为讲这是双赢的局势，也毋过呢，在亚却认为讲这产业恐惊会流失去。经过9个月谈判，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总谈判代表由今年带领的团队，伫美东时间15完成甲美方代表的总结会议，确定2项重要成果：对顶关税15%，而且无贴加，也佫有2、3D 条款关税上优惠待遇。过去我们产业有许多的品项，其实输美的税率是比日韩更高。那但是经过这一次谈判之后呢，是拉到齐平，位于一个相等的一个立足点。我们是全球第一个不论未来第2阶段的半导体及其衍生品的关税为何我们都将获得最优惠的待遇。也那伫这当中，台湾半导体加科技产业爱直接甲美国投资上无2500亿美金。亚外投资方面，政府预计提供2500亿美金的信用担保，强调会用台湾模式，也就是产业投资完全是企业自主规划，无受美国政府项目清单限制。这有助于我国的业者在美国拓展半导体、ICT 产业的蓝图，共同建立一个产业聚落，
并请美方会提供我国相关业者有利的投资环境。然而，国民党质疑这个结果可能让台湾的石盾半导体产业链外移去美国。虽望关税数字看起来落降，不过对各行各业来讲，恐惊有严重的冲击。过去啊，信保贷款、信用保证大部分都用来协助台湾的中小企业，而且额度从来没有到2500亿美元这么的夸张。但问题是，现在2500亿协助科技业，让资本往外移不说，我们台湾的中小企业怎么办？他们能跟着去吗？结果政府把这一笔资源留给了这些大企业去美国，那对于台湾的中小企业，那不是双重打击是什么？为什么真的不能为自己的国家说一声恭喜，说一声加油呢？获利分润的模式上，台湾对美的2500亿自主投资由企业民间来发动，而所获得的获益100%是台湾的企业。面对在野党的质疑，副院长陈立军表示，上重要的战略目标不是产业外移，是咱台湾科技产业延伸扩展。相信供应链的合作不是 move， 是 build， 扩大伫咧美国的布局，支持美国打造本土供应链。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而这台币关税已经公定啊，即马看这汽车的关税，行政院副院长陈立军伊是表示讲，着爱等到这贸易代表署甲咱签约了后，才会当来确认。专家是分析讲，这台湾呢是真有可能会来放零美国进口车的限制。有业者是表示讲，这关税调降呢，其实对车辆买卖双方拢是双赢的局面。因若汽车的零件摕到这232关税上优惠的待遇，是有通帮助咱提高出口的竞争力。台美关税谈判公布，除了对顶关税调降到15%，同时嘛得到包含汽车零组件、木材、航空零组件在内232关税最优惠待遇。不过，对外界关心的汽车关税，目前也无定案。我们在跟贸易代表署来签署台美对等贸易协议的时候，我们会完整的向大家来报告。根据经验是会有相当程度的开放。很大幅度的开放，这个是免不掉的嘛。国内的冲击影响要注意嘛。目前台湾对美国进口车维持扣17.5%关税。专家分析，按照川普政府甲其他国家谈判结果，台湾放零进口限制开放市场可能只是早晚的问题。外汇车业者表示，美规车的市场占比差不多50%，那关税大幅度调降，业者、消费者拢会得到好处。所以也有可能冲击国产车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像关税、货物税还有营业税加起来可能就50几%，甚至60几%。但如果关税降下来的话，那对我们不管是消费者来讲的话，或是我们经营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都是正面利多的。它虽然变得便宜，也许增加它自己本身单一产品的一点点竞争力，还是会有消费者因为便宜买。也是台湾汽车零组件产业真倚靠国际市场，尤其以美国市场是上济。这届得到232关税最优惠待遇，对国内业者有真大帮助。现在已经稳定下来，而且对我们是比较优惠的，那我们的竞争力会比较提升。台湾汽车零组件本来就有真好的介绍优势，供应更好调度，所以业者乐观看待关税调降，有助提升出口的竞争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届这关税谈判的代表，也就是行政院副院长陈立军，伊是表示讲，这台湾呢是全球头一个争取到半导体等商品上优惠待遇的国家。针对着投资5000亿美金，敢会让这国内企业流失去这个问题，陈立军伊是回应讲，台美半导体合作是扩展这产业的版图。详细情形来看国际记者彭祖哲报道。伫美东时间1月19日暗时，咱国谈判团队是伫9个月以来头一摆伫美国华府面对记者的提问。行政院副院长陈立军和谈判代表杨经理是做伙来说明这个谈判的成果。陈立军就表示讲，这谈判过程当中上大的挑战，就是因为台湾的贸易逆差。陈立军讲，这逆差内底有90%拢是半导体等产品，会面对美国的232调查。针对这个部分，咱国嘛已经讲好会当协议。若讲到这政府和企业拢总5000亿美金的投资，陈立军是强调，这是照台湾模式进行，和这个日本、和韩国拢无同，嘛袂做成三亚耍走。台湾是全球第一个就美国未来可能课征的相关的232
关税，我们取得相对完整以及最优惠的待遇。这也显示美国看待台湾是一个重要的半导体的一个战略伙伴。这并不是产业的外移，而是我国科技产业的延伸跟扩展啊。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嘛公布这张相片，伊嘛表示，这美国是希望讲，伫川普的任内，甲台湾40%的半导体产能转到美国本土。针对这个讲法，郑丽君是安尼讲。拉尼部长所提到的一个比例，那基本上就我们的理解这是美国他希望本土晶片自给率的一个国安的目标。那我想每个国家有他追求的一个这个国安的目标。那对我们而言，我们更重要的是如何支持台湾高科技产业在国际的扩大及延伸。郑丽君表示，台美会伫几个礼拜以内签署对敌贸易协议。针对公司记者提问讲，这甲拜登任内签的台美21世纪贸易创意有啥物无同？杨经理是表示，新的协议会增加农业及劳动领域，嘛会扩大到所谓贸易及经济安全。以上公司国际记者彭主地伫美国华盛顿的报道。继续来看，即马咱中央总预算案呢是还未审查，那边也是正式来提出即个新型资本行政计划的动议案，而且是得透这利托。第一波是包括着 TPASS 等等38项计划，这金额是700多亿。民进党团是真批评，认为讲应该着爱全面来恢复正常的审查。2016年中央总预算案，到即马议员第一反映卡条呢，也未付费，外界关心亲像关系全国每个月98.2万通勤族TPASS等补助可能登记。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共同讨论过定新地方政府意见了后，遭到第一议会提出新型资本行政计划动议案，高政府里头第一波包含38项计划，金额差不多700多亿。全民都在看今天民进党到底要不要支持国民党跟民众党有关于这个动支民生急迫的新兴计划跟新增计划的这些预算。刘立勇表示，行政进程对先提请立法院来动议动机所无愿意做，按过民进党回应，若被写破坏预算审查管理，预算应回到后会审查制度精神，不是用表决方式，各自抽函处理。这不是一个最好解决的方式，而且它其实是破坏惯例。我们当然是希望整包互为审查才是正道啊。即摆若被提出的项目包含 TPASS 行政院通勤月票这片计划、少子化生育补助、地水防洪国家又不准性、校舍增改建、参加国际赛事等相关的新型计划。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针对这总统赖清德的弹劾案呢，昨是来开第2场公听会，哪六白营国党团呢，拢有派这专家甲学者来讨论。其中，这民进党的立委王岐川呢，伊用台语咧发言的时阵，向互哪样的这个学者张亚中要求伊爱讲国语，互王岐川是真不满，要求伊去找翻译。立法院提案弹劾总统赖清德第15办第2场公听会，各党团拢有请专家学者参与。那也请的学者张亚中批评赖总统一寡作为已经达到宪法红线。另也请的律师林俊宏是认为弹劾的理由之一是行政院长唔负责，但是弹劾的对象却是总统根本不合理。另外，民众党推派的学者张基乐是认为，目前的宪政世界是咱在上招受政府的总统下底出现制度的失灵。当立委王岐川用台语讲同意张基乐看法的时，所向去互张亚中要求伊讲国语。制度上的目前的设计啊，今仔办这公听会，后壁搁要拖用国语好不好？我们就彼此尊重，好吧？来，继续。来，什么意思？主席爷什么意思？哎，请继续发言，没关系啊。我用什么话讲是我的权利啦。啊，你若听无去做翻译啦。后续立委沈碧荣嘛，以国家语言发展法强调，台湾各有族群的语言拢是国语，无应该受歧视，也是限制。有台语团体嘛批评张亚中对法律无了解，主流社会独尊华语，完全无法律基础，嘛要求袂当搁互台语在公共空间受人打，也要情形搁再发生。中国国民党呢，伊的心态对1949年到即阵拢无改变，就是要以中制台。咱若是讲希望会当继续维持咱台湾甲中国互补隶属，国家认同上具体就是语言，咱来共同来破除独尊中语的即款的想法，或者本土语言若搁重新徛转来即个公共的空间。
针对翻译嘅问题，虽然英国立法院都有试办过各种国家语言之间嘅统一服务，也毋过代议团体认为，应当平常时就爱有这款服务，让所有嘅人拢通用家己嘅语言来表达协助沟通。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这学校营养午餐食免钱，毋过煞无同步来检讨这食品的品质，也有人力甚至是设备的问题。有教师、营养师甲家长团体呢是出面来指出讲，若准长期安尼做落，恐惊会影响囡仔的健康，所以呼吁政府就要赶紧来通过学校供餐法。学校老师、营养师和家长团体召开记者会，因认为这县市已经提出营养中昼顿免钱的政策，却无去讨论讲要安怎提升中昼顿的品质。有教师团体提起讲，地方政府有可能为着要让中昼顿通免钱，对教育的经费支出就较减少。我们有很多的一个包括设施设备以及教学品质，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或中央都会以经费拖延。那会不会实施了这样子的一个免费的午餐？这个经费来自于教育经费的一个排挤。营养师工会嘛指出，营养中昼顿毋是费用少人出钱的问题，关键是爱把经费摕出来补充营养师的能力。扫卡设备，因认为这才是政府爱做的，重点毋是省钱，是爱让学生食了健康。现况是根据学校卫生法的规定，是40班以上才可以配置一个营养师，不行还不打紧，还要有厨房。我们用113学年度来看的话，真正有符合这个条件的学校，大概只有15%到20%。有家长团体认为会当配合士农教育，真侪做父母的甘愿加开一寡钱，嘛想要让囡仔会当食到在地有机的农产品，唔但健康，更会当帮助到在地的农民。我们有没有可能透过专法，让学校可以灵活一点，用一定比例的选用在地友善的农产，而不是到最后被迫你只能选择最低价。民团呼吁政府赶紧立法通过学校供餐法，让营养中昼顿会当通建立伫咧合理的绩效调整机制，唔通让学生的健康伫咧政治操作当中去牺牲掉。记者陈选王志光台北报道。这 AI 科技是发展了真紧，也毋过呢，这影片是真也是假，定定互民众安尼看袂清。高雄大学资讯工程学系呢是来开发一套侦测的系统，用手机就会当破解这画面甲变声的影片。我们系统辨识出来说，这部影片它是被 deepfake 过，也是被伪造过的。为网络甲假影片了落来，学生团起伫软体顶头，无到0.2秒分辨出这是 deepfake 假影片，搁摕另外一段乌克兰总统伪造的假影片来试看卖，同款伫咧0.5秒以内确认是假影片。其实我们比较针对的是整个换脸，或者是你的眼睛或者嘴巴这种脸边的五官细节被换掉的这种方式。那模型的话就会去学习这些周围的伪造特征会是什么，然后我们的模型就是把这些特征学起来。那之后他学到这些特征之后，我们之后如果有新的影片进来，他就去看这个影片到底有没有存在这些伪造的特征。这是高雄大学资讯工程学系研究团队研发的 deepfake 侦测系统，上厉害所在是要查足方便，而且阁足灵活的，用手机就会当详时看画面甲声音是毋是有一致，再个破解影片是毋是互调异过画面还是变声。那当然，我们希望还可以继续把我们的这个深伪的技术扩充到，比如说背景的伪造、物体的伪造等等这些相关的场景。资料库目前用2021年到2025年的资料，刷尾嘛继续换新，强化软体即时辨识假影片的能力。团队表示，目前足侪侦测技术拢得爱挖考大型模型，还佫有效能足悬的运算设备是足好普及的，无法度随用随反应。为着减少诈骗、造假，也是操弄公论的状况发生，未来嘛会申请专利，以普及化的方向来推测。互软体伫咧民众手机就会当操作。公视新闻王友婷、陈显坤高雄报道。来关心一则意外的消息，这是发生伫台中的乌日公明路229巷，有一搭联动的透天厝，昨暗10点多是发生火灾，这火呢是炭了真紧，有11户受到影响。消防人员是抢救要2点钟的时间，才总算甲伊拍花。伫导火店1楼的这个楼梯呢，是发现一个50岁的女性，后物件甲地掉咧，人救出来的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透天厝1楼庆祝大会，火势真美，消防人员布水线来拍火。
住户伫暗暝被惊醒，赶紧逃出门。有人将家出桶搬出来，都惊灾情佮拖开。不过另外一头的火势已经拖开了。从巷子里面的一家先烧起来，然后后来虽然说火扑灭了，可是后来发现那个沿着屋顶就往另外那一侧。台中乌日区公明路229巷内底联动的透天厝，15暗时10点外发生大火，消防队全力抢救，差不多2点钟了后，火势拍花。了后所在现场，伫艺术导火透天厝1楼楼梯间发现一个50岁姓杨的查某人被当面跌掉咧，救出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现场是联动的民宅建筑物，那我们在8号有找到一位伤者，发现说他已经乌卡了。火调人员遭到载去，等于现场采证。立场表示，这社区厝已经超过50年，除了老旧，二楼大部分是铁片加嵌，厝顶用要连做火，所以火势才无法度收煞。目前知影除了导火1户，另外还有51户被影响到，公所紧急启动安置。昨天晚上我们先安置了7户，有22个人到2间的旅馆。那是昨天晚上的，好，那今天我们再统计一下，他们是不是有不可以住的，或是1楼还可以住的？我们今天会做一个统计。拢无厝好住啦，对啊，拢照了，你也要哪有厝好住？公所表示会尽力协调相关的单位，和受灾户相关协助，按地部分也看灾民的需求来安排。确实导火原因，还佫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伫半暝时，屏东市中正路一条无尾巷的透天厝，嘛是同款发生火灾。这现场呢，乌烟是呛真悬，消防人员是真紧地控制这个火势，也毋过落尾煞伫1楼发现一个查甫人，送到病院的时阵，嘛是同款宣告死亡。对铁窗看出去，规片的烈火甲大烟搁咧烧。另一个较悬的角度看，乌烟一直对天顶冲去。消防接到通报，透天厝有人受困，就赶到现场拍火。落尾伫透天1楼的后面发现一名民众，不过这名查甫人送病院了后救无活，宣告死亡。12点多就有人在喊那个火灾什么的，因为他刚出来的时候就昏迷了。他家里的有来了，刚才有警察打电话了。LED 电话安尼死的，无正常就看录影，枪烟就随冲落来。你家己提面有去转啊？哎呀，就转嘛，无先拍偌济，算偌济啊。这件火烧发生伫16半暝要7点，着火的透天厝伫屏东市中正路的一座无尾巷，消防人员大约半点钟把火拍花。根据了解，死亡的这名查甫人姓王，一个人住遮，平时捡日纸度日，因为厝内底放伤济会着火的物件，火一下就烧起来，附近厝边第一时间嘛斗拍火。共11车27人前往抢救，到达现场立即部署水线进入抢救，并搜救出1名受困民众，男性意识不清，由高救91送往屏东仁济医院急诊。消防人员真紧就把火控制掉，避免火势烧对隔壁。目前死者的阿姊嘛赶到现场，着火原因搁要等火调人员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嘉义县最近是传出有3大饲鸡场呢去喂到这 H5N1 的禽流感，县政府是赶紧去现场消毒。统计落来，这3大饲鸡场呢，拢总是杀12万外只的鸡仔。防治单位是提醒民众，即马拄好是盗鸟的季节，减少接触盗鸟的机会。疾病防治所的人员穿规束的装备，由禽流感的饲鸡场，甲破病的鸡仔掠去地仔内底，准备要来处理掉。除了鸡仔以外，鸡卵嘛拢爱消毒，有的嘛爱处理掉。嘉义县家庭疾病防治所于1月初2小刷接到禽流感的通报，2礼拜外的时间，已经对3间饲鸡场完成清消的工作。目前有3场确诊案例，扑杀含死亡的蛋鸡有104984只，白肉总鸡24360只。共计损失129344只，销毁鸡蛋94194颗及总蛋9803颗。防治所表示，1月初2接到破主有2家场主动通报疫情了后，虽然连面进行清洁消毒，不过伫初8甲初9，阁接到民众甲破主报答有相继流感2家场嘛有新的疫情发生。
防治所表示，这个病毒的源头肯定就是毒鸟，相关业者爱加强环境防治的工作。养禽业者应做好禽舍保温及通风管理，维护防鸟设施功能正常运作，落实门禁管制及清洁消毒等生物安全措施，并提高警觉。如发现禽只异常死亡，应主动通报。嘉义县自去年9月到大发生禽流感的案例加强7个，这3场感染的是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防治所讲，这阵仔天气寒，家禽的抵抗力会较歹，阁是毒鸟活动的时间，所以较会有疫情发生。呼吁业者要做好防护，甲主动通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既然五个的乡公所甲五个国小做伙来合作，伫校园内底生态池来营造一个火金菇保育的基地。16日又搁再邀请这国小的学生囡仔伫生态池来野放火金菇的幼虫。5个国小学生伫学校生态池野放黄缘火金菇的幼虫，希望今年4月暗时会当看到学校内闪闪烁烁的美丽景象。5个乡公所甲5个国小合作，伫学校生态池打造火金菇的栖地。地面的部分就是水那个幼虫等下下去这个部分，它有做一些栖息地。公所伫生态池立种水脏水盐酸等适合火金菇做栖地水生食物。去年开始，透过台南大学生态团队协助，予5个国小学生陆续伫生态池里野放火金菇幼虫，佮进行环境教育课程。放完3次之后它才能够建立出一个比较稳定的族群数量。因为都市发展甲农地开垦，原本伫宜兰水产数量不遮济，火金菇已经渐渐消失。台南大学团队希望透过传教课程，让囡仔知影这片土地120年前捌有足侪火金菇。就像宜兰这边呢，事实上黄园林有，但是事实上一直都不多。原因是因为最简单的，其实就是属于那个都会发展。因为我们的校歌里面也有一句话，就是小桥流水，田园芳草。那这个正好是适合我们萤火虫生长的一个环境。校园里出现一闪一逝的火金菇，公所的保育计划去年4月就有初步成果。公所希望未来火金菇的数量会当愈来愈多，甚至将栖地扩大到生态池周边的5个排水回球廊道，呈现宜兰人囡仔时代的美好记忆。公视新闻林敬伦宜兰报道。文化部办理团结接班人是邀请到长美云歌戏团等等来参加学生。这阵仔呢，已经有6个艺生完成4档的培训计划。部长李婉也亲身来颁发结业证书。29岁吴怡珍皇帝予伊的老师邓美云，感谢伊这4档来参加。但是邓美云老师茶无啉，背后有伊对土地疼痛。这碗茶就可比是艺术内面的茶，我们袂吞落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艺术奉献出来。再来呢，杯盖无要甲砍起来，其实艺术无要家己砍步。这4年对阮来讲是一个真难忘的回忆，嘛是阮一个目标。以后阮会继续往更高的地方迈进。文化部对民国108年开始办理团结接班人组团演训计划，要来协助戏班培育新一代接班人。对伫大师身躯比学功夫，今年是第4届，拢总有6名学生完成4档的培训。我想袂酸。这2位是新团歌戏团培养出来的少年辈。92岁廖庆基老师看到歌戏有咧做传承，互伊真感动。老师大家也真认真出来伫家己伫拍拼呢，希望歌戏会当上传落去。伫计价等的最后，每一位学生除了亲身向老师行礼以外，文化部长也伫现场颁发结业证书，予每一位学生，鼓励因未来会当继续伫咧团结界追求家己的梦想。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普通时，这朋友之间若准讲小姐妹的时阵，四叶妹这句话呢，常常拢知影讲是咧讲耍笑。也毋过伫咧中国所有一款 App， 这是讲正经的，伊的名就直接甲号做四叶妹。来看这条到底是安怎讲？
甲 App 点开，就当看到青色的圆形刺柳，干那点一个就当报平安。中国一间公司开发应用程式 App， 名足直接的，叫做写卖。嘛点出这款 App 上大的功能，就是帮助家己大的老大人报平安。这个 App 设定使用者2天至少爱回报1摆，若无就会通知紧急联络人。卡面发生意外的时阵，边的人拢唔知影。去年就饲到单，这个 App 足紧就穿起来啊！连续几日天，爬起哩中国苹果 App Store 立钱排行榜第1名。对于就是自己住的，然后。如果你上班的话，就是你的领导可能会比你的家长、比你的朋友更先知道你就是出什么问题了。因为年轻人和家里其实联系还是比较频繁，但主要就是老人，因为他们可能用社交媒体，他们用的不是那么顺，那个就是操作比较便捷。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指出，到2030年，中国敢若一个人的家庭数量可能关闭2亿外。除了无甲囝儿逝世斗阵生活的老大人以外，还佫有足侪家己一个人伫城市食头路的少年人。也若这款 App 号名最直接的，有一寡民众认为安尼歹格调，嘛有人提议会当改做较婉转的词，像讲最近啥款你敢要会使。其实这个名是为中国另外一个外送 App 要我卖改过来的。也若这款 App 技术发展也无悬，即马已经有出现足侪版本，还佫调一个合作感化的。后来原底合作写卖这个 App 要改用全球化品牌的名德木木。不过不管合作什么名，报平安的 App 拢已经表现出高度经济伫咧未来的重要商机。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下晡晡的天气甲时间交予 AI 主播唐啊。今仔日各地透早甲暗时悠远较凉，中南部的日夜温差嘛较大。台湾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甲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雨，其他所在甲平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好天。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